主亲啊，咱即摆安尼是到底要安怎处理，要安怎用？我来收看嘛。伊讲吼，一个鼎啊先倒壳，啊咧，猪肉你甲看这冷冻库刻出来定扣扣啦。来，定扣扣。哎呦，真的呢，啃到的乌青。哎呢，定扣扣，啊，甲猪肉放伫顶管，啊，搁摕一个鼎啊，甲搁伫顶管。搁起来。来，倒温水。温水。温的哦。温的。像你想讲敢烧水会较紧，无呢？伊网络讲倒温水，嘿，就是手会摸一个这个温水就会使安尼。放咱家煮落会烧小较烫的咧，我若无温水的，袂使。可能有那会使，你小可煮咧，啊，搁小可温，安尼手会当摸的温度。啊来，安尼，咱来看，计算看几分钟，来开始看伊是几分钟会当退冰。差不多几分钟。我有算讲，若差不多5分钟之内，我感觉是做好用。这个方法若真正好用，真正造福人群。嘿啊，这招若真正好用吼，以后我煮饭就免烦恼讲物件定扣扣无法度通煮，搁大啊等。安尼鱼也买使吗？鱼啊，我嘛看着讲吼，鱼啊，搁一个方法。有影？系啊。什么方法？听人讲用吹风机，我是毋捌用。吹风机？你讲吹他们的吹风机吗？对吗？敢有影？啊，咱等的时间，无咱来试看卖。好啊，试看卖。来啊，家户拢有吹风机哦，这支唔知会使袂，像恁大家看哦，定扣扣啊，这个定扣扣一个，哎呀，来吹看卖。有影咧，阁无响咧。开始退冰啊，迄个结冰的水拢随便迄个咧，随便水咧，啊，出来拢出来。啊，咱来冰冰，敢来冰冰？嘿啊，吹风机甲甲把吹大，搁袂呢？袂呢，哦，水拢走出来。这敢若比浸烧水搁较紧的吼。会安尼若真正好用哦，这招学起来。这招真正哇，软去啊！哎呀，安尼会切一人的咧。我这定扣扣菜都倒袂落，浸安尼可能切会起来。安尼来煮拄啊好。嘿哦，你安尼规地下咧煎，安尼很鲜啊。有时你爱烧盐咧煎落。我一粒仔盐的吼。嘿啊，你若烧盐，安尼就会当烧一个。端。哎，有影咧。哎呀，个肉搁无熟去呢。炖。搁 QQ 的感觉吼。哎呀，若种有想要较赶紧的，你当搁吹较久的。吹较久的。咱头拄仔吹安尼，差不多吹无半分钟呢。嘿啊，安尼真正赞呢。搁真好用嘞。一粒就油起啊呢。哇，安尼讲唔免烦恼吼，鱼也会歹去。安尼网络看有影呢，有影真正赞。